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2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国内昨增加57188本土病例，有8人死亡。对于今仔开始，伫厝检疫、伫厝隔离，阁有自主防疫的民众，只要快筛是阳性，经过医师的确认，拢算是确诊咯。最近嘛有真侪有心的护理人去挖着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因为有心的护理人重症的风险是较悬，所以医师会当开非随的口服药物来治疗。指挥中心宣布，经过专家会议的讨论，为即时开始，甲有心的护理人纳入去非随口服药的下用对象。如果临床医师评估之后认为说利大于弊和使用的效益大于风险的话，那要充分的告知病患，并且获得病患同意之后呢，才可以使用。即马国内疫情持续在拖，11拜三阁新增加57188例本土病例，有8例死亡。伫确诊的个案内底有9例是重症，因应医疗能力的负担真大，为12开始会有新的制度，居家隔离、居家检疫、甲自主防疫3类的民众。快筛采检阳性，经过医师人员的确认，就等于是确诊。指挥中心提醒，这3类的民众爱伫咧视讯互医生看的时阵，甲家己做快筛的试剂，连管写名甲日期，边仔囥健保卡做伙翕相，互医师来认定。透过远距视讯诊疗，医师协助评估确认快筛阳性的结果。双方如果对这个有共识的话，那就会用健保卡上传阳性结果，自动通报。或者是法传系统通报后，系统会自动研判为确诊。另外，因应快筛的需求量大，指挥中心嘛宣布，为即时开始到6月底，开放民众免申请专案核准，就会当为外国买个人使用的快筛试剂，上济是100支，无限制敢是为福部有核准 EUA 的产品，不过敢若限定会当家己用，袂当摕去卖。指挥中心提醒民众，若是家己为外国买快筛试剂入来，煞搁摕去卖，安尼就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通罚3万至100万的罚款。也若外界关心用喙暖检验的快筛试剂的情形，食药署回应讲，国内已经有几啊间厂商有摕试剂来做申请，也有部分爱补件，目前拢伫咧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管教有医师讲，目前领药的程序是真复杂，病人要医药实行门诊嘛真困难哦。医师佮确诊者拢真烦恼，讲会耽误着治疗的时机。指挥中心表示讲，线顶看诊哦，开始医药有一寡限制，会要求地方政府甲相关的流程甲开药的资讯公布了愈详细，互民众会当了解。车窗摇落来，予医护人员批下体检，台北市新社木沙机场体检站11启用，透早就出现车潮，确诊人数一直增加，不止快筛需求爱疏解，针对中重症确诊者也会赶紧换药啊。不过有医师反映，因为领药的程序真麻烦，出现未少确诊者提报抗病毒药的状况。很多民众确诊了，却拿不到药，但是政府又说手上我们有买药啊。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是一个流程的问题嘛，所以我们一再有呼吁说，要把这个整个过程把它缩短。抗病毒药物它主要的适应症是针对65岁以上或者65岁到72岁之间，如果它有一些危险因子的这些族群，能够在发病的前5天还在轻症的时候早一点给他投药，可以避免后面重症的发生。环保的措施黄金投药的时机，医师呼吁中央应改善流程问题，因为目前有抗病毒的药局无济，有不少人摕药单啊四界找药啊，要居家照护确诊者是线顶挂号实行看诊，所以因为有药报满，爱等几啊天才能看到，也致使领药的时机延前。我们现在也是请各地方政府能够把这个远距的部分跟这个居家照护能够开药的这个部分的资讯能够更汇整的清楚，然后让民众能够方便来了解那利用这个不管是卫生所或者是说居家照护的这个基层医疗的这个体系，然后就近来看诊跟送药啦。指挥中心表示，而且各地方政府甲相关平台整合，和开药的资讯更加清楚，也特别提醒目前开价的药啊，要符合发病5天内无使用上述风险因子等条件。医师伫开药单的时阵，也特别注意是不是药物交互作用。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今仔黄sơn號方面，跨境台灣過到中部以北開始落雨，冇可能會落雷公雨。咱來看雲圖，今仔早起各地攏是多雲好天嘅天氣，也毋過過到中部以北、東北部可能會落雨。各地山區過到哦，對流發展會下旺，所以冇可能會落雷公雨。今年頭一道嘅黃sơn號方面，後下暗會跨境咱台灣，即禮拜六、禮拜哦，會落雨嘅範圍會愈來愈大。西半部佮宜蘭都愛特別注意落大雨，有一寡所在哦，可能會響響落大雨、大水雨，佮會帶雷公，佮會透大風哦。另外，受到東北季風佮落雨影響，溫度會降10度，只有17度左右。氣象局嘛提醒哦，早起金門馬祖會有濃霧，賽車都愛特別細膩。再來看極端氣候的情況是愈來愈嚴重，南亞的天氣是非常的熱，中東佮有沙塵暴。為佇南極的風地徛過，嘛因為溫度正懸，冰凍揚起，未來30天到40天內哦，這款徛過可能會絕種。大補出來，風地徛過美佇個徛過爸爸巴肚下骹餵燒，這時陣徛過媽媽去大海找食物。若到風地徛過的生活期，南極海冰就出現安尼情形。啊，毋過即馬全球氣候變遷嚴重，未來這個生物機關恐驚消失，因為今年2月科學家偵測到南極周邊的海冰面積已經減少到200萬平方公尺以下，是40多年來上低水準。Al desestabilizarse esa plataforma de hielo, los pingüinos chiquitos, los que están creciendo, o sea, los pichones de esa temporada, pueden no estar emplumados, no estar preparados para ir al mar。過去3年，風地徛過第2大生態地維德爾海的哈利灣，因為海水結冰上過慢，上早引起影響徛過的生態。這隻徛過毋是淹死，就是乾死。若狀況繼續落去，未來30年到40年內，風地徛過恐驚會絕種。一份由全球11個無同款的氣象機構所寫的報告預測，2024到2026年之間，有9成幾率全世界會有史上上熱一年。到時陣，真熱天氣不只會影響人類活動，也衝擊到作物成長，引起欠糧危機。公視新聞王碧文報道。來看無黨派的嘉義市議員戴玲，因為早領助理費，昨予檢方以貪污罪起訴。檢方查到講，伊早領超過518萬，態度閣真歹哦，所以請求法官判24檔的有期徒這款的重刑。戴玲嘛繼續羈押禁見，伊的律師嘛提出聲明來救濟。越是打壓我，我會越堅強，我絕對不會被擊敗。無黨籍嘉義市議員戴玲涉嫌早領助理費的事件，羈押要到2個月了，檢方10月偵查結束，依照涉犯貪污定罪起訴，也建請法院重大量刑，要求執行有期徒刑24年。身為民意代表，監督選民的付託，那卻利用職務之便詐領款項，敗壞官箴，那始終未見悔意，那建請從重量處有期徒刑24年。檢方表示，戴玲甲犯行攏殺予已經過身的老爸，10年來用親友做人頭，掛名申報公費助理，甲市會所付的助理薪水摕來家己用，早領超過518萬。家己地方法院11案，認為戴玲的涉案情形重大，有佇戴玲繼續羈押禁見。本院在審酌被告涉案情節重大，涉案期間長且人頭助理多達4人，基於比例原則權衡之後，裁定被告羈押禁見。戴玲的律師講，對法院繼續羈押禁見感到遺憾。戴玲已經要求提出聲明異議救濟。對於法院繼續羈押這件事情我們非常遺憾。那議員在第一時間有請我幫他提出聲明異議來救濟。另外，檢方甲戴玲4個月前翁協助找人頭的姓溫的女子，甲做人頭的姓陳的男子等4個人，反起訴處分。記者綜合報道。做回來看今仔的報紙新聞，咱先來看自由時報。香港警方過去2天，甲香港泛民主派執政成立612領導治安基金的信託人，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抓起來，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退休的主教陳日君佮歌手何韻詩等人。美國表示譴責，梵蒂岡嘛表示關心。上新的消息是昨半暝已經交保了。再來看聯合報。立法院將審查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的修正草案，環保署長張子金表示，
碳汇初期征收的对象，大约是排放1.5亿吨的温室气体，占咱全国排放的5-6成。未来的费率甲空气污染的费率是同款哦，会随时来检讨。再来看《中国时报》，台湾的股市最近一直落，嘛影响到证交税。4月份的证交税只有153亿，比去年同期减少92亿，减少要4成。这嘛是2019年到7月份以来上少的。在政府是认为未来几个月证交税嘛是会减少的趋势。再来看防疫保单哦，是要安怎赔？之前金管会甲业者有讨论，讲若属实轻症一处照护的民众，医师有开药啊，有医疗的行为才会理赔。若所谓健康证明代替诊断书，三乡工会是表示讲，因愿意接受所谓证明，也毋过哦，每一间保险公司拢保留查核的权利。本土确诊人数增加真济之下，防疫保单续保加理赔，连续引起争议。其中有关轻症居家照护者是毋是理赔？金管会甲业者开会讨论了后，同意轻症居家照护是同短期的理赔扩大解说，也强调前提是要医疗行为，员工是爱用药才会赔。也许也不需要到开药的程度，就可以自己缓解。加上现在很多都是无症状的人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我可能不会想要在大费周章去请那个保险，因为应该也没多少钱。中了本来就是你如果有防疫保单的话，该赔就你该赔给人家的就给人家嘛，不要一开始就是讲得很好听，就等到最后一点都不干脆，对吧？那这样保你干嘛？民众普遍感觉业者理赔真无规矩，毋过金管会统计，三项业者防疫险理赔金到5月初9已经超过10亿，接近去年的一半。保险专家认为，业者现阶段伫理赔事项确实受到真大压力。用药呢，就牵扯到几个问题，到底什么药才符合保险公司的这个用药记录？有些阳性的 PCR 阳性的在家。有些医院会开给他普拿疼，有些不会开药，有些会开给咳嗽药水。那到底哪一种药才算是用药记录？可能这个保险业者还要讨论的空间，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到的事情。对所谓健康证明的采用，三险工会表示愿意接受所谓健康证明，不过实际执行上由各公司定着，保留查核权利。根据了解，也有业者倾向不接受所谓健康证明，甚至认为居家照护并比较短期理赔，也无接受快态阳性就是确诊。金管会是加强协调，在符合防疫政策之下，尽量协助提到兼顾各方需求的理赔证明文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汉药的清冠1号会当治疗轻症的确诊者，也毋过最近传出讲欠货，市面都有一寡强调讲差无偌济的药方哦。也毋过中医师工会专联会是强调讲，医师是会当按照病人的状况来开药方，调整成分。也毋过重点是这药方哦，拢袂使当作茶来啉。汉医师按比例咧拆药啊，青仔顶罐都是清冠1号其中的一项药材。国内药精长伫滚架，真侪患者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伫咧厝内照护。若是身体不爽快，会当申请公费的清冠1号。不过因为确诊的人数伤过侪，医师清冠1号即嘛是大欠货。目前中医药师工会每一个月敢若会当生产37000人的份，无法度应付目前的需求量。有部分的确诊者都只好是想办法去中医诊所自费买类似清冠1号的药转去，引起大家讨论。因为要经过中医师处方以后，中医师可以根据你个别的身体的状况，可以给你处方的内容。清冠1号红来做是医生才当开的药啊，是汉药粉，成分有荆芥、红枫、薄荷等10种的药材夹的。下用的对象是轻症甲无症状的患者。经过中医师用细心甲患者问诊了后，会当申请公费的药单开予患者食。也若非公费类似清冠1号的药啊，是有粉的，嘛有爱用纸的。甲公费清冠1号的差别，就伫咧药材成分的比例无共款。医师会看患者的症状，以每一个人的情形来做调整，会当减轻伊的症状。若是要买类似清冠1号的药啊，一个疗程都要自费1000块至3000块不等。有风声讲，这种类似清冠1号的药啊，可能会互纳入去公费的补助，有效补是亲身出来买回。没有所谓类清冠，类清冠是中医诊所医生自己的讲法。我
卫福部没有什么类清管，还有一些其他症状，可能还是要在这个地方精神下稍微做调整。吴中医师指出，无论是清冠1号或者是类似清冠1号的药啊，拢无应该为着防疫摕来做第啉。卫福部嘛强调讲，清冠1号毋是用来预防甲保健用的，因为目前的库存量是到6月初10。另外，供应甲需求无平衡的情形，卫福部已经邀请8间药厂讨论工会调度的问题。因若即马嘛有风声讲，清冠1号伫乌市防化价1分大概5000块。中医师工会专联会表示，已经有掌握相关的资讯，拢会通报互检调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1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2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增加57216例，目前是505455例。中国伫 WHO 的病例数的资料是超过142万例，日本是超过800万例，韩国嘛超过17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300万例，印度嘛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伫欧洲迄边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2900万例咯。再来看，大部分的国家拢决定讲要甲病毒共存，防疫拢放零咯。也毋过中国嘛是坚持讲要动态清零，因为配套的办法无够，上海都有真侪封城的乱象。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嘛批评中国的清零政策，呼吁讲中国应该爱改变防疫策略。北京的地铁站大门锁掉的，路的拢无啥人。中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搁再升级。北京自这个月开始停驶一寡地铁路线，高速嘛已经13条路线70几个车站封起。感觉影响还是很大的，各方面的出行啊，包括公共交通啊，包括饮食啊。因若上海拜二是突然间将最后2条还阁伫咧驶地铁封起来，等于是全面停驶。一寡所在正立所谓的静默期，就算有出入许可证，也袂当离开主题区。要买食的拢爱伫咧线顶买。目前上海每天增加确诊病例已经降到3000例左右。北京市逐天几60例，疫情有小可较降来，也毋过防控手段无放零，资讯阁无公开，民众真不满。警察靠近小区。把正常居民拉出去。封控期间，甚至不发生警方强制征收命体收治病人，甲居民发生冲突。严格清零措施也互社会组织批评。When we talk about the zero COVID strategy, we don't think that it's sustainable, considering the behavior of the virus now and what we anticipate in the future. 谭德赛讲，已经甲中国的专家讨论过，希望北京当局改变策略，建议伫咧制定防疫措施时阵，爱考虑对社会冲击，并且尊重人权。我们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疫情防控的政策，能够更多的了解事实，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不过，中国是批评外界看法无客观，坚持动态清零是上有效的防疫手段。目前政策是未改变。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罗西亚是外销天然气的大国，乌克兰最近把一条运送天然气到欧洲的转运站关起来。罗西亚总是表示讲，因是无差哦，因为要向罗西亚买天然气的国家真多，嘛讲未来天然气的价格只会愈贵，这国家家己得爱想办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11号问中东国家阿曼，对乌克兰暂停接受来自俄罗斯经过乌克兰送到欧洲的天然气运输态度强硬。Есть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купателей наших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и мы будем с ними работать. А Запад пускай платит гораздо дороже, чем он плат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ускай объясняет своему населению, почему оно должно стать беднее. 乌克兰天然气营运商11早起7点开始，家伫咧卢甘斯克北边辛普斯科夫压缩站关起来。这个站接受来自俄罗斯苏赫拉诺夫卡的天然气运输，一天运输3260万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占俄罗斯经过乌克兰送到欧洲天然气的1/3。欧洲可能会出现无天然气，乌克兰讲是因为无法度抵抗的原
因，要怪一怪莫斯科，因为这个站伫咧俄战争开始无偌久，就互俄军甲分离主义的武装分子占领。Unfortunately, recently we discovered that these occupation authorities they decided to steal gas from transit in order to send it to other places, and definitely we could not tolerate that. «Газпром» не получил каких-либ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й форс-мажорны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Газпром» перед своим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потребителями выполняет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поставляет газ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нтрактом. 乌克兰讲，为着欧洲国家可能暂时甲受影响的天然气转移到伫咧乌克兰控制领土内面的输价转运站转运，不过俄罗斯是认为，伫咧技术上无可能甲所有天然气转移到输价。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总部位伫卡达的半岛电视台证实讲，有一个资深的记者伫约旦的采访难民的时，互以色列军人开枪拍死。有另外一个记者嘛着枪。巴勒斯坦总理史泰也认为讲，以色列是想要利用这款的事故来控制媒体报道。也毋过，以色列总理班奈特是指控讲，这个记者是互巴勒斯坦的军队枪杀的，呼吁讲爱详细调查。现场一直听到枪声，边仔民众大声喊想要救人。会当看到一位穿着防弹甲的记者已经倒伫咧涂骹无法度振动。边后另外一位记者甲民众虽然想要去解救，也毋过佫听到枪声。倒伫涂骹的记者是半岛电视台资深记者阿克莱。半岛电视台讲，伊是伫咧约旦河西岸的城市杰宁，报道当地一个难民营互以色列搜捕时阵，互以色列军人开枪射着头，送病了又援救袂大。另外一位记者是脚只边着枪，迄当阵伫阿克莱边的记者讲，记者团迄当阵变做攻击的目标。حتى في كل مرة كنا احنا بنحاول نوصل إلها كان جيش الاحتلال يستمر في إطلاق النار، يعني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وقف بعد إصابة علي أو إصابة شيرين، لا جيش الاحتلال تعمد إنه يضل يستمر في إطلاق النار. أنا بقدر أحكي إنه اللي صار هو اغتيال واضح إلنا كصحفيين. 51岁阿克莱是伫耶路撒冷出世，1997年开始伫半岛电视台工作。代志发生了，半岛电视台的同事摕到阿克莱的相片，顶头写着瞄准真相，希望代志爱查好清楚。阿克莱亲友也无法度接受。نحن نحمل إسرائيل كامل المسؤولية عن هذا الاغتيال الذي أرادت به إسرائيل أن تغتال الكلمة وأن تغتال الصوت الحر وأن تغتال الصورة التي تنقلها كانت شيرين أبو عقل وزملائها إلى العالم حول جرائم الاحتلال في جنين وفي القدس. 以色列总理班奈特是讲，伫咧也无进行调查之前，巴勒斯坦无应该无根据的指控以色列，希望巴勒斯坦卖拒绝联合调查，最近查真相。על פי הנתונים הראשונים שבידינו, ישנו סיכוי לא מבוטל שהעיתונאית נפגעה בכלל מירי הפלסטינים החמושים. אך על מנת להגיע לחקר האמת, אנחנו צריכים לקיים חקירה אמיתית. 美国白宫甲联合国拢对这件代志表示哀悼，并且希望赶紧彻底调查，追究相关责任，也强调记者无应该成做暴力攻击的目标。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编辑。来看英国国会新会期初10开始，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因为行动不便，所以无出席典礼，由威尔斯亲王代替。这是1960年以来英国女王头一届无参加国会开议典礼。这几年来，拢是陪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加国会新会期开议典礼的查尔斯王储，接着请海军上将制服，第一摆代表女王伫上议院议场发表有造致辞，宣导强生政府这个会期计划推动法案内容甲施政重点。Her Majesty's ministers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olice to make the streets safer and fund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to reduce the COVID backlogs. In these challenging times,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will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efen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across the world, including continuing to support the people of Ukraine. 96岁伊丽莎白二世
在位70年之间，只有伫1959年甲1960年，也就是有安德鲁甲爱德华王子期间，无来这宪政和伊的执政。去年10月，女皇断院一暗了后，就常常取消公开活动。伊讲徛甲行有困难，2月感染新冠了后，也可以常常感觉精神无啥物气力。北京汉宫初到暗时临时发布声明，指女王因为行动不方便，决定无参加国会开议典礼。国发布特许证和查尔斯甲威廉授权2人代伊执行方式应该尽的责任。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韩国总统尹锡悦昨开幕僚秘书会议，只是讲爱真少来监控北韩的核子试验，嘛要求讲爱提出应对的方案。再来看一期参议院，昨是以51票赞成、1票反对、11票弃权来通过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嘛包括最近特别举办的世界卫生组织会议。再来看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甲无支持台湾独立等内容提掉哦，引起中国的不满，阁有真侪讨论。美国国务院嘛，搁再强调讲无支持台独，嘛遵守一中的原则。再来看文化部的国际影音平台4档58个标案，文化部长李英德昨证实讲，会对中央社转予公司来制作。这个平台哦，会伫公共集团相关电视频道来播送。甲中央社的合约6月初到9期，刷来就交予公司。文化部国际影音平台案，捌因为文化部委托公司制作平台监督计划案，引起政治介入的质疑。专项解由中央社执行，文化部长李永德11到立法院针对这案件做专案报告，强调文化部今年阁邀请公司参加限制性招标，得到公司董事会通过，规划2021年到2024年。今年都是10月，公司已经伫4月底提出服务建议书，5月初审查了后，得到优先预约权，甲中央社合约会伫6月初到9期，过经营团队会完整刷到公司，未来也会伫公共集团的电视频道来放送。我们对公广集团呢，之前出了那么多问题，我们都对于这个人力的配置是不是足够，我们还是有一些担心呢。当然由公司接手以后呢，其实人力就是现有台湾 Plus 人力全部会移转过去哈。那么将来还会继续增加人哈，整并会考量，对，会考量，就是说会请公司去评估了。南会关心国际影音平台去年8月开始放送，不过看也是以台湾观众为主，比例有5%。除了这期成效，也怀疑既然是对国际传播，为什么要在公共集团的电视频道播送呢？现在我们看起来，是不是现在文化部想演都不演了，就直接来做大内宣了？至少我们要有一个国内频道哈。那么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一个这个练兵的机会，当我们能够差不多比较完善的我们可以推广到国外去这样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做法。由立委关心公司接平台案了后，公司发修法的配套情形，李永德强调，目前正已经协调完成，加上新的公司董事会成立，未来透过地宪修法，和公司依法营运平台。也强调感谢调协合作，和第7届公司董事会顺利产生，有19位董事加5位干事，这个定选董事赶紧伫1-2礼拜内举行第1摆董事会预备会议，名单已经报告行政院，会赶紧完成聘任定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昨有19000多人确诊，台北市是有8000多人，比前一天减少。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德是认为讲，这是因为 PCR 检验做袂起哦。另外，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昨快筛是阳性，市长郭文德目前的快筛是阴性。上新的消息是，黄珊珊的 PCR 是阳性，会伫厝居家隔离7天。台北市11增加确诊人数8265例，比前一天减少2018例，降低将近2成。市长郭文德表示怀疑，认为是 PCR 检测能量限制产生误数，会走出实验室协助增加检验量。是不是有黑数哦？我认为应该是有一点的。台北市的医疗量能不是台北市在用 ，PCR 量能很多都是做外县市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做防疫工作2年外，总算也是甲这病毒共存。看到这雕塑木像的敌人，郭文德接到消息了后，快态阴性。佮表示，透过视讯会议，黄珊珊甲团队也是继续工作。下礼拜疫情会是上严重挑战。
最危险还在下个礼拜，即使被关起来，你知道，透过视讯还是大家都还在工作。观察也发现，不止载客量下降，民众检疫活动已经出现自主放射现象，对防疫有帮助。不过，新北市11增加的本土病例也是全国上最，有19620人，接近2万大关。为改善法定传染病通报系统，特车和确诊民众照护因地的情形，新北市即马开始举办居家照护快速衔接计划，透过阿东组织新店更新甲新北联合病院合作。那采检时留完整的资料，确诊是PCR阳性了，对加速启动健康评估分流甲居家照护。针对65岁以上的优先视讯评估用药，85岁以上加强关怀追踪。那会开始处方签释出给核心药局抗病毒用药来配送。因应特别到会的高峰期，邦桥港最大型社区体检站要加开防疫急门诊，新北市29区卫生所也要加设居家照护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本地5月12日会送来台湾的儿童 BNT 疫苗，指挥中心曾表示讲，因为 BNT 的资讯系统有问题，要等到10日才会送来到台湾。上紧20以后会当互囡仔开始注，囡仔嘛已经开放会当注莫德纳疫苗，也毋过除了高雄也未统计，其他5都注射率是拢无介悬。有医师就呼吁讲，疫情的管家有啥物疫苗，就应该爱赶紧注。台中市囡仔注莫德纳疫苗11开始，有家长看到疫情严重，就去带囡仔去诊所注。不过也是有家长也搁伫看，指名要等 BNT。因为疫情很严重啊，对啊，所以赶快带来打。对对对 ，BNT 对吧？怎么说 ？BNT 的后坐力才不会那么大，对，所以会选 BNT 就对。疫情严重，不过儿童疫苗注射意愿无悬。台中头一天入去学校住的敢若27人，以6度囡仔注莫德纳的意愿来看，除了高雄也未完成调查，台北市33%，新北38%，桃园48%，台中28%，台南41%。外界底有一寡家长拢伫等 BNT， 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原定12到台湾的儿童 BNT 疫苗，因为 BNT 通知资讯系统有问题延期，一定16才会到。15号起飞，16号到。不过这也不是100%，不过我们知道它航班已经定了。那当然，如果时间到了，就是进来了之后，我们再安排它施打的一个时程。但是中共儿童 BNT 上紧爱20以后才会当开始注，也毋过有小儿科医师是呼吁，依照国外研究显示，莫德纳甲 BNT 疫苗对6至12岁囡仔产生的副作用，拢比青少年较低。病毒未惊人，请家长赶紧互囡仔注。在医界就是流行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再等 BNT 了，你再等 BNT 等下去就只等到 Omicron 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已经是无孔不入了。所以如果说你小朋友的身体状况不错，而且是有意愿要施打，应该是尽速施打。注儿童疫苗政策一直变，即马 BNT 到货时间又搁延误，学生家长有产生选择性障碍，地方政府甲公卫体系原来真伤脑筋。记者综合报道。校园停课伫初八开始有新的制度，嘛去拄到各种的机动课哦。若使学生请防疫假要安怎办呢？教育部是表示讲，高中、国中必须爱经过校内会议讨论，看要来调整考试考几届，还是讲要用多元的方式来算分数。国小得当来放认定，嘛会当用多元的方式来拍分数。每一个学生是拢真拼死，希望会当写出好的文章。台北市中安国中7、8年级第2届期中考，这节课是考写作文。11、12考试这2天，大部分的学生也是有去学校参加实体笔试。因为大家都在考试，所以自己可能要照着自己的步调来读书，但是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跟上学校的进度去配合。有的学生希望学习的脚步莫受到疫情的影响，要是去学校考试，不过要是有几个座位的学生无来。根据学校的统计，2个年级有60个，差不多是1/5的学生请防疫假。考虑学生的权益甲成绩的计算，后礼拜会安排补考。如果再不能够再补考，我们教处也会再安排第二梯次的一个补考。5大考科的命题老师啊，在重新出题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试题的一致性。要出补考的考卷，困难的程度爱甲原本的考卷同款。出题部的老师都要加费心神。教育部初十暗时发公文给地方教育局，各中会当家己决定几学期，期中考要办几届，或者是采用其他多元的评量。
不过，也是有真侪高中生无法度理解讲，是安怎干那坐伫较近学生4块内座位的同学，才会当请3天的防疫假。我们下课反而会一直在外面走动，然后会去厕所啊，或者是其他教室，可能还会去找老师之类的，所以只有9宫格的范围不会有太大的效果。高中酷热的方式是用坐伫较近学生4块位的8个人做标准，这个方式是互袂少学生真不满。几个县市嘛表示袂得咧安尼办理，接续教育部有阁发公文予地方的教育局，内容写讲高中以下学校，若是因为防疫的原因要请假，学校应该放定认定的标准，予学生请防疫假，唔免强制要求爱提供证明的文件，嘛袂列入去出席的成绩内底。不过对学校来讲，确诊的人数愈来愈侪，实在无想要增加变数。可比中安国中伫咧中昼举行课发会了后，决定讲7、8年级的期中考结束了后，都甲9年级同款，采用线顶上课，一直到会考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死有一个农民林淑芳，因为伊真爱食鸡卵，规气回去故乡饲两鸡，伊互鸡仔伫真舒适的环境来生活，要甲因关伫笼仔内底，用友善环境的理念，互鸡仔会当来生出健康营养的鸡卵。民以食为天，人讲食青，嘛是食爱摆头前。伫咧婚姻事务有一个农民林淑芳，就是因为家己爱食鸡卵，就安尼归去回到故乡，招兄弟姊妹做伙来饲鸡，半路出鸡，饲甲变甲两鸡专业户，到大嘛已经辟一片家己的鸡场。第一次开始养鸡，其实老实说，真的都不会养，然后就只是想说，自己喜欢吃蛋，我们一开始就用平视的。人所讲的白饲，意思就是饲咧室内大空间，免怪人啊免蹲悬，互鸡母走跳加较自由。林淑芳就讲，用白饲的方式来饲鸡，那鸡仔活较快乐，所生的卵营养价值嘛比一般的卵较悬。我刚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只有5%的人在养平视的，所以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我也没有办法有太多前辈可以去询问，所以只能自己摸索。以前辈在跟我讲的啦，他是说，其实以平视的鸡蛋来说，1颗就等于笼式的6颗的营养价值。除了人性化友善的饲鸡方法，林淑芳嘛坚持饲素食的饲料，讲安尼会当互鸡卵较无臭腥味。另外，佮照鸡仔年岁，甲生出来鸡卵分做初生卵、少女卵、百岁卵、甲福龄卵，每一种食起来口感拢无同。我是希望说，能让更多的人能去了解，其实蛋鸡的养殖方式，它可以让鸡也快乐，我们也获得到我们该有的营养价值，这就是等于是双赢啊。时代的进步，咱的食物件嘛愈变愈有路，现代人对食愈来愈讲究。林淑芳讲，伊即马是用卖鸡卵来推动友善养殖的理念。虽然成本较提悬，不过营养价值嘛提升，这有影才是创造双赢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嫁出来时哦，新娘的头顶会插红花，叫做春仔花。咱来看婚礼，有一个艺术家为着要传承这项文化，嘛发挥创意，互春仔花哦，唔那单纯只有花蕊尔尔，佮加上动物佮其他的设计，望讲互春仔花会当真做是新娘打扮一定爱的装饰品哦，甚至普通时啊嘛会当来使用。有2只蝙蝠，然后有一个兽，就是福寿双全的意思。艺术家林培莹当咧甲学生小解伊的作品，一寡色水水，看起来敢若亲像真的花甲动物，拢是用釉线一輪一輪填出来的。我觉得老师非常厉害，我也很想学。他用的东西非常简单，但是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是看出来会觉得很厉害、很敬佩。其实这款工艺就是人咧讲的春仔花。伫咧现代印象当中，春仔花敢若伫嫁出的时阵用会到，会插伫咧新娘的头壳顶。婚礼北港镇的艺术家林培莹，甲春仔花工艺加添变化，伫梅花桩顶面做一只青梯仔，互菊花有芳做伴。毋但互春仔花工艺更较活泼，阁会当互艺术挖进大家的生活。常常看得到梅花上面有绿袖眼在玩，所以我们就做了一只绿袖眼。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呢，就把它变成生活化。让它变成很生活的工艺。要甲幼的线填出一个形体，爱真有耐心，而且阁袂当伤动手。若无做出来作品，看起来都袂活灵灵。林培莹认为春仔花无应该只是用伫咧特殊的场合，伊毋望遮尔水的工艺，嘛会当用伫咧生活当中的装它。它就是一直在缠绕，然后你在缠绕当中呢，你必须放松。
然后把自己放得最轻松，你的作品就会漂亮。我常常都说，不管多远我都会去教，然后不管多累我都会做，就最主要就是希望这个工艺它不要被忘记。林培英知影制作的过程需要真侪耐心甲时间，所以真侪学生坚持袂落去。不过伊嘛讲，只要有人愿意学，不管偌远偌忝，伊拢会去教。望春仔花这种传统工艺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报道。最近国内疫情严重哦，医护人员的负担嘛变甲真大，伫见到患者家属对医护人员起骹动手，为了为着呼吁讲，政府应该会赶紧来解决医护人员甲患者比例问题。将青花球献予护理人员，感谢因即阵的辛劳。下拢派立委11召开记者会，庆祝5月12护士节。不过嘛指出，伫咧这波疫情之下，护理人员负担加重，因为急诊塞车嘛出现医疗暴力的事件。重度才可以住院，所以我们有些情况在1:5、1:6，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照顾。以医学中心来看，我看到有的资料是白天是照顾到1:6到1:7，小夜班可能要到1:10到1:12。那大夜班差不多这种状况，12到15左右。民众应该也急，我们都了解，民众是非常的担心的，每个都觉得我最重要。口头的暴力也好，肢体的暴力也好，都会在医院里面层出不穷。针对医护人员过劳的状况，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伫初10的记者会表示，希望这上尾一战大家会使经过。工会回应，希望中央要是爱做好任务的分工。医疗人力放在目前的医院里面。然后呢，社区的筛检，或是我们目前的电话关怀的这个部分，能够委由社区的基层诊所来共同承担。工会表示，台湾护病比平美国、澳洲等等本来就较悬，针对即马搁再提悬的状况，因呼吁应该提供充足的补偿，亲像津贴制度等等，应该赶紧来制定。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高雄市确诊人数超过3000个人哦，高雄嘛推出全台湾头一个关怀物资站，确诊者的亲戚朋友会当去这个关怀物资站来领物资，加快台七折。这是他确诊者的人吗？对。那你那个他的简讯呢？来领关怀包，第一关爱核对确诊者佮带领民众的身份。不管你是骑奥多摆，也是赛车行路来，现场有分流，确定资料无问题，公所准备好关怀包佮快台试剂。毋过现场要受状况，有民众3天前确诊，嘛来领关怀包。地干事会送去你那边？就是地干事会给你们送，因为可能还来不及送。原来当无李干事送关怀包的民众袂少，毋过市府表示，关怀包得来属爱初10下晡5点过后的确诊者，接到通知2点前后，就会当请亲友来代领。关怀包有酒精、泡面、佮点心，佮有互厝内人的快态试剂。因为李干事之前送到家，其实有点分身乏术。好，那这个就由同住的家人或亲朋好友来到我们的各领取站来领取，时效上也会比较高。高雄市确诊人数欠悬，关怀包得来属头一天，全高雄1点钟就发出251份，到中昼就发出1200份。另外，区公所表示，因至少准备200份，若是确诊增加，会随时补充。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来看有学者以医疗人员的角度出发，来记录第一线医疗人员佮确诊者的心情哦。望讲用一寡正能量来鼓励大家，做回来看卖。确诊者逐工伫咧增加，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压力哪来哪大？会将退烧这冬瓜来，未少文学创作者以医学甲人文的角度出发，对武汉封城、急诊室状况到瘟疫的启示，探讨医疗病痛甲生死的议题。学者肯定这作品对医疗教育甲患者疗伤的重要性，也认为台湾即马整体应战需要更较侪正面能量。特别是在视觉方面的东西，很多一些新的图像的出现，好，那会让人觉得说，真的大家想要去抒发自己心里面那些恐惧跟
焦虑的时候，你会用非常创意的方法去表达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对2018年就开始做医疗人文的论坛，甲下领域的研究，邀请各国健康人文的学者对医疗救护、到人文教育分享国际面对疫情的经验，也培养少年创作者斗阵加入研究，让台湾在亚洲相关的领域有正出色的表现。开始有影接到足济国外的学者讲要来交流嘛，哈。其实台湾伫19世纪的时阵，就是全世界这个热带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所在。澳洲当然就是这个医疗人文，甲医疗历史或者是社会科学，这可能就大家过来看讲。会当敢若过来合作啊！面对看袂到的敌人，安怎调整心理，真正做好甲病毒共存的准备，延续台湾防疫前半场的好表现，是这届台湾整体社会爱共同经历过的考验。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又要求查某人出入公共场所爱对头包高卡，只会当互人看到目睭哦，无必要的上好拢莫出门。拜二，就有10个查某人上街头抗议这新的禁令。就算可能会被抓，也无愿意点点。10几位阿富汗的女性，随着伫咧首都喀布尔的路，大声喊着政绩，拒绝接受塔利班政权的新禁令，规定女性伫咧公共场合爱把身体甲面拢掩掉，只个来当看到目睭。د حجاب د رعایت مواد هغه ښځینه چې د عمر په لحاظ زړې یا وړې نه وي له نامحرمو نارینهو سره د مخامخ کېدو په مهال به د فتنې له امله د شرعي هدایاتو مطابق له سترګو پرته خپل مخ ضرور پټوي。塔利班顶礼拜六发布新命令，女性出门时阵爱穿传统的盖规身躯的大袍，无代志就踮喺厝内莫出门。政府部门女性员工无守禁令会被洗头路，男性员工牵手查某囝若是无遵守，也会被连带处分。阿富汗女性的人权又搁倒退到20年前。ما میخواهیم به حیث زندگان به حیث اشرف المخلوقات زندگی بکنیم، نه اینکه اسیر و بردهواری در کنج خانه در قفس خانوادگی بند باشیم و شوهرمان بره و لقمه نان را گدایی بکنه. ما این روز را هیچگاهی نمیخواهیم. 不过游行才开始无偌久，就和塔利班的战术炸来，媒体的报道也被挡。塔利班去年夺权了，一开始是讲会用较温和的统治手段，不过才无偌久，讲过就无准算。因上台到即马，已经对女性实施真侪禁令，包括真侪政府的工作，女性袂使做，女性也袂当接受中学的教育，妇女若是无男性的亲属陪同，也袂当坐飞机，另外也袂当甲男性做人气游乐园。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位伫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穆斯堂地区将有真侪珍贵的文化，其中罗马丹古城已经封列做世界文化遗产咯。也毋过生活伫遮的人日子真歹过，真艰苦。伊希望政府会使加减来开放观光，互伊有法度趁食来过日子。在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区海拔3800公尺高的古城罗马丹，是西藏人伫咧14世纪建立的穆斯坦王国的首府，也是青藏高原甲印度中亚贸易往来正重要的点。四周边好城墙的围列也阁真完整。You see this wall that surrounds the village? It's a fortress. We also have guards towers over there. There are 14 of them in all. This defense system was developed to protect us from enemies who came from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已经和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罗马丹，唔但保护中世纪古城的风貌，也保留真侪古西藏的文化。互人讲是西藏以外的西藏，不过这甲外界隔离，电力无够，阁无茶汤烧，拢烧牛屎做燃料。The hardest thing is when snow covers the whole house. We struggle to get rid of it so we can take our cattle to the river to drink. 罗马丹一年会当种植的时间只敢若1个月，所以的生活主要拢是靠饲这种犁牛。I'm leaving the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 I'll come and get them tonight. 好佳在这座古城有正丰富的观光资源，不正兴旺的穆斯坦王国，有留下真侪藏传佛教的石洞。有的年代当追溯到12世纪，内面有正珍贵的饼画，真侪修道人拢会定期来吃。This is Buddha and his disciples.
These are young monks. 当地居民希望政府放零管制，降低每一位游客400澳元的出口费，吸引更加多国外观光客，带动当地经济。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来看天气哦，今仔过到中部以北、东北部会开始落雨，下暗黄酸雨方面会晚近，落雨范围会愈来愈大。明仔载开始哦，西部国宜兰爱注意落大雨，温度卖降低，大概只有17度。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